明晚10点，请锁定台视《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铁肺公主戴爱玲驾到，浑厚高音镇压全场。你真的很酷，你随时就可以 key 派的。你看，本来聊得开心，头目厉害，公主就是公主。每周日晚上8点，台视一起唱，高额奖金送给你。你担心我，我心疼你，共同感让我们不再感到孤单。多也无伴，手顶的青红对台视4月望雨。路人李佳薇唱不到歌，江哥亲自下场，乌龟乌龟翘了。这样再输就好笑了。哇，怎么办？要不要给他一次机会？有观众口音，观众口音，看焦哥乌龟翘。谁怕谁啊？我帮你，我帮你。焦哥先翘，焦哥乌龟乌龟翘。走！哇，好开心哦！下次以后能不能都这样？也不用，你还不用唱乌龟，你看多好。你好好唱就好。快下载17 App， 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一起唱。我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上新的疫情。这是台湾确定的为着中国武汉的疫情，今麦已经增加到16例。日咧新历1月30日，北外口基隆港的泉州公主号，今麦确定有41个人为着中国武汉肺炎。这个人过去落船了后去过倒位，大家拢真关心。咱做伙来听陈时中上新的讲法。基本上。消毒我们不反对了哈，当然看看那个时间哈，其实这样的意义并不是太大了哈，也不是一定必要，可是会让大家觉得安心了哈。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在10公里后有个确诊案例是台湾人，那委托外交部送药，那目前这个状况送药的情形，我们这边有掌握详细状况吗？有，我们持续跟他的家人，那还有他本人都维持一个联系。那但是我们本来在一个足迹上，哈，大概一个疫调，大概是一个是往前嘛，一个是往后，好，那这等于是一个回溯性的，好，因为事实上后来才发生确诊案例，所以我们不但是往前做疫调，那也往后做疫调，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应该是会发布一个全国的警讯，好，在那样的一个地图，那什么时间有经过什么地方，那然后跟国人报告，提醒大家。都有经过那个地区的人，好，在那个时间里面，他可能会有接触到确诊的案例，好，那所以请那时候自主健康管理，然后也立即跟我们来通报。明天还有一艘宝瓶星号要停靠台湾，那这部分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昨天我应该讲得很清楚哈。基本上我们第一个步骤，因为上面大概1700多个，我们这个我们的同胞，还有280几位的是我们的船员，那船员大概都是中国籍的，好，那旅客大部分90%以上都是我们的同胞，那所以一定要让他们回来嘛，怎么可能让他们说有家归不得？好，但是必要的检疫是需要做的。所以我们第一步是让船医就所有的成员做一个身体状况的一些相关的评估，那当然也需要去量体温。那第二个，我们要把全部的人透过我们的资讯系统去看看有没有中港澳的旅游史。其实第一个时间船公司跟我们的回报是都没有中国的旅游史，但是我们在指挥中心，我们对这事情是很仔细的。好，所以我们不但追查了14天，有追查了21天，所以我们追查了30天的中国旅游史，发觉有40几位有中国的旅游史，跟他们报上来说没有中国的旅游史，完全不同。部长想问一下，昨天确诊个案有到香港转机，那未来这样转机是有风险的吗？那会扩大相关限制吗？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答完吧。好，这个问题还没有答完。好，所以我们大概第二步就是我们就决定那。
当船靠来的时候，我们就会上船做检疫。那当然有发烧的，那或有中国旅游史的，全部都会隔开来，然后马上采检，然后送看去采这个我们的样本，然后去看是阴阳性。那当然是阴性，那最好。那我们就全船可以回家做自主健康管理。那如果有任何一个阴性，那阴性的病人，任何一个阳性，那阳性的病人当然要送到医院做隔离治疗。那其他的所有的乘客都要留船隔离，都要留船隔离14天。那我们确保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国人可以回来，那台湾也确保安全。好，下一个问题看。可以问了。好，我想问一下，那香港昨天就是跟转机它有确诊嘛？那未来这样子转机是有风险的吗？会扩大这样的限制吗？今天这个事情也算是知识体大，所以昨天晚上相关记者有询问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等一下行政院我们跟副院长会跟相关的单位我们来研议。好，那基本上在政策上我们是会考虑这样的一个方向。部长请教一下，因为刚刚总统说武汉的也是我们的同胞，可是他有979人，那有不少网友开始担心说台湾的防疫能力有没有办法负荷979人都来到台湾，来做，因为基本上要做隔离，那我不知道台湾目前的防疫能力有没有办法负荷这一块。院长有再三的提示，当然都是国人，对，那但是呢，我们第一个当然是要弱势优先。第二个要以防疫优先，所以我们要确定这样的一个名单，然后第四个我们要量力而为。我们当然很想救治大家，可是总是不能把自己的船弄沉了，那也就救不了人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仔细的盘整我们的医疗的能力，怎么样来盘整我们在检疫上的必要，检疫所的设置等等都要达到滴水不漏。那我们才有办法来照顾我们，进一步照顾在。要来处理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政府规防疫总动员，总统蔡英文下午特别来到疾管署，要来关心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同事，针对到即马病例一直增加，咱的政府要安怎来处理？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林新杰来采咱了解。新杰。好，主播各位观众，带您来关心总统蔡英文今天特别来到了疾管署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要来对第一线的防疫同仁进行卫冕。带您来听总统的最新谈话。我要跟国人同胞说，我们不需要恐慌，我们对我们整体的防疫的系统，跟我们的防疫的人员，还有我们的指挥中心是有信心的。在武汉的乡亲都是我们的同胞那我们也希望对他们提供最好的照顾由中国方面所主导的这个名单并没有符合当初我们双方说好的这些优先的顺序现阶段在处理下一次的这个包机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再确立一次这个弱势优先原则，还有检疫优先原则这2个原则我们必须要确实的落实。可以听到总统强调，他针对第一线的防疫同仁，他强调说，除了呼吁他们一定要做好防疫工作之外，也呼吁他们一定要照顾好自身的安全健康。毕竟防疫对他们来说一定是一场持久战。而针对社会大众非常关心的第2批包机回台的名单问题，总统强调，绝对不会像第1批包机的政治因素考量一般，第2批绝对是以弱势、以防疫为优先，绝对不会有政治考量，一定是人民的生命安全为第一优先考量。让上最新现把神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多谢新杰。社会消息要来关心路德分局抓到一件强盗案件，这个人来到超商来抢劫，规个犯案的过程一直到破案，头尾14点钟尔。详细情形，连线记者廖玉婷来传了解。玉婷。是主播观众躲在床底下的男子被远警压制逮捕。这名22岁的林姓嫌犯5号晚间是拿着尖刀闯入了超商柜台，逼迫店员交出收银机里的35000元现金，还有货架上的23包香烟。临走前竟然还顺手拿走了冰箱里的6瓶啤酒，随即骑车逃逸。被害超商店员马上报警，远警调阅了上百支监视器，才查出嫌犯可能的藏身地点，漏夜埋伏，在6号早上顺利逮到林姓嫌犯。该名男子曾经以相同
用手法锁定辖内超商，加上本分局平时就掌握该名男子的动态，故本案警方很迅速的掌握其身份以及藏匿处，顺利将该名男子逮捕归案。整起案件从发生到破获只花了14个小时，被害人一觉醒来就接到警方的破案通知，是觉得非常的惊讶，也大力的赞许远警的办案效率，拿回遭抢的3万多元赃款。而全案调查完毕后，也将嫌犯以强盗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以上是现场最新状况，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搁再来关心，这是武陵农场烟花季明仔载伫要上场，因为今年武汉肺炎疫情影响，本来当年赏烟花的专车车票拢互人烧钱买了。今年煞有真侪人要来退票，到昨昏预卖票还阁剩2成啦，还阁有真侪人想要退票。往年公路总局因为人含车伤过济，拢会交通管制。今年公路总局讲，假使若是烟花季开始了后，车无按算的遮尔济，就会评估敢要来调整疏运的办法。过来关心这几天天气小可较寒冷，南投就有一个70外岁乌日送失踪几落天，厝内人真着急，赶紧报案。落尾警察来敲山了后，已经顺势找到人。详细情形继续连线记者才能了解。奋力除草开路，可以看到画面中数十名壮汉小心翼翼将气若游丝的老翁抬上担架，搬离山谷脱困。日前南投一名70多岁老翁突然从自家失踪，家属焦急报案。这几天天气寒冷，警方认为求救任务刻不容缓，立刻动员山警全村广播并调阅监视器，最后终于在附近的产业道路发现他躺卧在10公尺深的边坡，动弹不得。原几何村民见状赶紧将他救上来，所幸老翁虽然头部和手脚有多处挫伤，不过送医治疗后没有生命危险，而详细的坠骨原因还有待他伤势和精神恢复后才能进一步查明。以上是现场最新状况，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同款嘛是在点上心来关心，昨下晡有时带带囡仔来到花莲东大门来行搭，煞互流浪狗刮着伤。民众讲因敢若是经过无去人狗仔，煞互一阵狗仔感染，家己后生刮着伤，骹头躯也有大腿拢有着伤破皮情形。万查某囝嘛着惊，骂吼。事后时代赶紧带囡仔去病院包药啊。关键所在哪会受这的流浪狗伫咧遮，就爱采告示牌，敢要来掠狗。相关的单位即嘛当咧想办法，要来维护游客安全。一方面继续来关心中国武汉疫情上新的消息，一方面要来关心为中国倒转来的民众，都爱家己伫咧厝内隔离。新北市就一对翁仔某初二坐小三通转来到台湾，本来应该爱伫咧厝内乖乖隔离14天，结果昨昏家己选出去坐飞行机，伫咧金门准备要去中国，该才互人抓落来，送转来到台湾。另外，桃园这2天嘛有5个本来爱伫咧厝内隔离的人，家己出来到外口拍照，依法拢爱重罚。拍什么？干嘛一直跟着拍？没有啊，你们不是要居家检疫的吗？你们为什么可以要出境？港口边这对翁仔某看到镜头，滑头就走。原来这对姓江的翁仔某违反踮伫厝的检疫的规定，佫想要走去大陆。为什么一直我们就回去就好了。这是翁仔某2个人的情绪真激动，认为政府这个伫厝检疫的措施伤过严重。没病也没什么。游览车带你们去机场。什么记者？好都不去拍，进门拍一些乱七八糟。详细调查发现，原来这对翁仔某住伫咧新北市，初2对小三通入境转来台湾，按照规定必须爱伫厝内隔离14天。无想到今仔日煞互人发现，坐一条龙的班机出现伫咧金门，准备要坐小三通的船去厦门。他现在的话就是要做居家检疫啊，对，所以他就是违反了这个部分啊。好佳在这对翁仔某互移民署的人抓落来，目前将这2个人送去机场，准备要坐飞机转来台湾，后续会交予新北市来裁罚。另外，伫咧桃园看到画面顶悬这个戴安全帽的查甫人，伫咧车厢内底行来行去，烦恼受到传染。伊家己有滴喙炎，但虾米人嘛无想到，伊嘛是一个必须爱伫咧厝内做检疫民众。桃园这2天连续发生5站必须伫咧厝内做检疫的人，家己出外的代志，为着要防止疫情，政府加强管制，民众若是违反规定，恐惊会收到上悬15万的罚单。防疫非常时期，民众上好配合，莫甲家己的钱财，阁有全面的健康来激起。记者综合报道。
拄则咱看到这款的情形，上届当时会当罚15万。另外，新北市新增这间药局，也有卖喙烟的业者，互调查局查到挖100万片的喙烟，讲袂出来讲到底为倒位来。调查局人就怀疑讲已经违反药事司立法，已经请新北市地检署来侦办。这间药局这个月初3才互民众逼消息，讲一克啊50片卖35，比行情较悬真济。落尾业者嘛出面发冤枉，讲会来告厂商。我还有一盒，我等下拿来对。喙烟是命侪上路进前，新增这间药局，互人发现你卖无防疫效果的一般的喙烟，1盒50片卖35，当时闹甲乱吵吵，但是这波也袂煞，因为检调单位真正伫咧业者的仓库内底找出证据。仓库内底几落百箱的喙烟，全部拢互打查封的利条啊！因为这全部拢袂当卖，若无医疗的效用，连对倒位进口的拢唔知，互检调单位质疑是有问题的喙烟，药局的业者出面来发冤枉。昨天我想要去跟负责人联系说，这个对这个卫生机关都有疑虑的东西，那你卖给我，这样对我是不公平的。我记得我缴了100多万还多少哈，我也希望他能够如数退还我。原来桃园市调处2月初3指挥新北市地检署这的单位，伫咧新增这间药局，查到型号318的喙烟239箱，N95的喙烟45箱，总共50万80片。佮继续追查进货厂商，嘛发现318喙烟甲 N95的喙烟囤了46万9990片，全部将近100万片的喙烟。业者辩讲是对中国大陆进口的。却无法度提供进口的证明，已经是违反药事法。不出来帮自己辩驳一下吗？实际来到喙烟的工厂，铁门锁掉的业者无愿意出面来讲，就惊民众买到有问题的喙烟唔知影。检调单位提醒，这间业者提供的一般的喙烟无中文的注文，外包装嘛真凊彩。若医疗的喙烟会注明医疗器材许可登记证，佮有国家标准的字号，安尼喙烟才有防疫的效果。公司本身并没有生产口罩，所以他们的口罩应该是从其他的厂商进口过来，因为厂商可能是无法提供或者是不愿意提供，这个我们会再追查。我们还在追查那家公司口罩的来源。互检调查出来有问题工厂，平常时也无生产喙烟的相关的配备，加上无相关的单据，会当证明这个喙烟对倒位来，这个喙烟就爱搁追查。伫咧敏感的时阵逼出有问题的喙烟，检调单位唔敢大意，会进一步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讲，为昨起新历初6买喙烟都要用正名。伫咧宜兰，也有花莲台东，煞伫咧初5发生到捡唔到喙烟的情形，厂商赶紧来回收，搁再定价。该在宜兰地区赶伫咧9点开始卖进前，已经换货过。另外，还有一寡药局、西药房下晡才开放人买过，互排队的人伫咧选。也有一半药局顶晡也未收到喙烟，一直到下晡才送到位。外岛同款嘛有真侪人为了买喙烟排队排甲热热等。阿姨，你的健保卡你第一个来，我试看看。好，你们先排一下。好。虽讲场面有小可乱，电脑佮消毒，排队的人嘛足侪。不过昨早起9点，宜兰的药局是命侪喙烟同款顺利开始卖。不过其实伫前一暝，宜花东地区有发生喙烟送唔到去的意外，普通的喙烟送做手术的用的喙烟，厂商赶紧甲收回来，请药局赶伫药局关门进行换货。啊，未付换的嘛伫昨早起送过去，互喙烟是命侪准时实行。能买到就买到，需要用的时候。就2个嘛，去了好几家以后，根本没有办法，电脑宕机啊，他电脑宕机，全部都没有，只有这里领牌子。虽然有发生一点的意外，不过宜兰的民众也是买到喙烟，啊，花莲甲台东的民众，昨早起因为喙烟也未送去，真侪人拢白走一抓，不过到下晡，包括外岛喙烟全部拢送到位啊，嘛出现真侪民众排队买喙烟的画面。1个小时。排了1个小时啊！现在没领到怎么办？没关系，我回去再那个啊。明天再来。对，成人的不用排了，剩小朋友的。一个小孩子。对你一个人只能帮1个代理啊。因为排队的人真多，各地药局拢想办法来应付。像讲花莲丰滨乡卫生所所在较压贴，无插健保卡的设备，所以就改换当地病院来斗3工卖喙烟。啊，卫生所的服务嘛足好诶，4工会斗3工先去病院领，再搁摕转来本，互年岁较大的民众会当坐伫卫生所内底等，足体贴的。另外，台东嘛有药局摕客一帮出来代替互买牌，替民众甲排队的时间省落来。你们用扑克牌当做那个？对。小朋友们不要等着，可以先把健保卡留着，然后你们今天有空的话再过来领。
翠暗是明济实行的头一天，加减有一寡问题，民众嘛希望未来会当愈来愈顺利。记者综合报道。确实有影，希望会当愈来愈顺利。不过，头一天就有一寡问题出来，像讲昆林西里一个姓尤的富人人，伊摕3张健保卡，对咧排队要买喙暗。落尾才挂甲讲，昨是拜四，3张健保卡拢是加号袂当买。另外，苗栗嘛有特约的药局无收到中央分配喙暗。另外，佫有一间药局，互民众检举讲卖5日的喙暗，卖35块，贵三三。同款是有一堆人小钱要来买，怀疑讲药局想要趁这个机会大挑。业者落尾解释讲，是因为唔甘民众排队，搁再买无，才会甲真正的库存提出来卖。今天是第一天，看到每次下午2点。翠暗是明济头一天，婚林西里这间药局，一日开门，场面就乱吵吵。到底是咧摆翠暗的，还是咧摆领药仔的？民众三无涨，像这个大姊，就摆足久的，尾也煞含一块翠暗都无买到。拢等候3个，拢等候。所以等明天再来买。原来这个大姊摕3张健保卡去，唔知影一届敢若会当替一个人买，摆到尾啊，才发现，昨是拜四3张健保卡买数拢是卡数，有排等于是无排，互伊足无奈的。同款真无奈的，佫有苗栗的这间药局。业者一日开门，就甲广告打出来，讲政府的喙暗也未送到本药局，无法度卖喙暗，真侪民众拢白走一抓。今天已经发完，每天发完是110份。酒精也卖完了。另外一间药局开门无到1点钟，100袋喙暗就拢卖完，含酒精嘛无剩，结果就互民众铺文逼讲，业者卖喙暗一袋卖35块，一堆人抢咧要买，这间药局想要借疫情来赚钱。但是有很多人他们排非常久，那我就去库存再找一些出来，那让这些就是后面没有排到的人，我想要让他们直接用贩售的一些现场贩售的，一包是5片35元。业者解释讲是唔甘民众排队白走一抓，才会甲因的库存提出来卖，结果各行质疑囤货，明明丢货煞不爱卖。邮局他带着那个政府发的那个口罩来，这个是隔天要用的，很多民众看到以为我们故意不给他，这是明天的扣打。是明济实行的头一天，问题一堆，药局一点一点甲写出来，民众的健保卡双数、卡数排队的日子啥无，嘛有人唔知影药局的喙暗是有限量的，阁有人叫是喙暗是免钱的，敢若会当讲民众要抢喙暗，政府的政策嘛要了解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新北市海山分局加派药局巡逻勤务，经管区内底44间较大间的特约药局，昨下早8点开始加派警察来巡逻，维持规矩。所有一个热心的查甫人，因为伤过头热心，指挥民众来排队，因为讲话较无客气，含警察一句来一句去，该在落尾就刷刷去。民众，请右边靠好，靠好。翠暗是明济头一天，药局外口一透早就出现未少排队的民众，业者加派人手来管理，嘛加放上头来现场斗3工。每一天9点到11点卖口罩，那也请大家多多的配合，多多的帮忙，千万不要乱。就惊排队的民众伤济，引起无必要的问题。新北市海山分局为着翠暗是明济，嘛将警察的勤务来做调整。巡逻单顶悬签名登记，警察徛着乌托摆，拢无休困，伫咧街区44间大型的特约药房，每一天早起8点到10点，增加临时的巡逻点。警察的部分，因为警方跟我们这个本来就互动的非常的好，他本来就平常都会来跟我们巡视，所以我们很感谢警方的协助。拿得到口罩都还可以呀，总比去超商的时候排队排到还领不到口罩啊，还 OK， 大家都很守法。药局的业者家己来管理，加上警察无定时来伫巡逻，提高看到警察的机会。虽然早就已经做好准备啊，但也是有民众伤过热心。我这边帮忙指挥秩序，你为什么这么慢讲话？不需要排队，我也不需要口罩。这个查甫人讲，家己是要斗指挥排队的民众，但是煞差一点甲警察来起冲突。好佳在讲的了后就无代志啊。翠暗是明济上路的头一天，警察甲民众配合也算是真顺利。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烦恼人伤过济，买少为着要防疫，一寡人拢烦恼买无喙暗。政府即马协调厂商，逐间产量拢提悬到400万片，调60台机器，3月加生产，算的一天就会当有1000万片的喙暗。另外，喙暗原物料，政府嘛大型勘挂保证讲绝对无问题，也佫有酒精含气温枪的数量，共款嘛是继续咧点过。另外，到时阵若是咱台湾的公司要甲伫咧中国的台湾人调到倒来台湾，照规定这人拢爱隔离14天。
最后谈到我的同仁。讲到大家辛苦，经济部长沈荣津讲甲脑更甜。为过年到今，经济部为着武汉肺炎的疫情，喙暗甲物资的调度无应该要死，不过嘛总算有成果出来啊。我们的产能重新拉回来，就是320万片，最务实。每一个礼拜 step by step 渐渐的都增加70万片这么样的一个产能。既有的400加这一次的600，所以就会达到1000万片的产能。民众抢买喙暗，政府提悬喙暗的产量，目前一天生产320万地，逐礼拜增加70万地，产量会愈来愈多。加上经济部加买60台机器，达条新的产线一天会当生产10万地，加上本来就有的产线，预计3月初一天会当生产1000万地喙暗。往后的1000万片大概要40吨，那国内的能力是60吨，所以不足部的产能这些都够。因为厂商的配合，做喙暗的原料暂时无欠，酒精甲豆浆的数量嘛继续在减。台商甲台湾的干部敢无法度回来，嘛是目前政府一个尽快处理的问题。他们认为随时看疫情的情况，如果有必要要撤回，他们愿意配合政府的规定来做14天的自主管理。魏总统亲身视察喙暗工厂，到经济部出面协调厂商配合，规个政府拢叮当起来，为互防疫的资源，佮出现无够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现场，赶紧来关心交通部部长林佳龙上新的讲法。疫情能够做一个体质的提升，所以特别总统跟院长也有指示，我们也要研提这个特别条例跟特别预算。那这个部分会由行政院进行跨部会会诊意见，那在尽速的时间呢能够提出草案。那在交通部我们直接负责的部分，我们就是针对这一次的纾困，我们对于观光产业还有运输业有一些具体的措施。那部分我们现在就已经开始要执行，好像是对于在农历春节期间，因为有一些陆客团提早离境，还有呢有一些两岸之间的出团接团因为取消影响到旅行社关于一些像店铺款或者是跟航空公司的这一些定金，那我们也会来做弥补，来协助他们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另外一个详细的现场，要来关心民进党立法院发起让喙暗予别人更加需要的人这个活动，要求台北市市长郭文哲都要把喙暗摕落来。郭文哲进前才讲，伊挂喙暗是一个指标，说互国民党的议员批评讲引起社会大家拢真紧张。咱今麦要来听郭文哲详细的讲法。管局的副长，他是说你现在这样子是在误导大家，然后还质疑就是说你现在口罩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是这样。因为我们家都有医生啊，他妹是医生啊，我们家他平常看门诊都有带的，所以他本来我们家就有库存的。那他现在就是质疑你，他说你现在戴口罩是在误导大家，因为现在还没有到社区的传染，所以不必要这样一直戴着。这个是这样的对我来讲，我还是那个嘛，密闭人都不特定。其他比较麻烦是我出来的时候，这种公共场合你知道，所以戴。其实我在办公室都没有戴啊。只是被你看，我戴的时候刚好被你看到，所以一个口罩用2-3天没问题啊。知道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已经从防疫的问题变成政治的议题？光是戴口罩。没有啦，我跟你讲这个其实我也不想跟他们吵架。其实我自己是医生，专业上不要去怀疑我了。所以，我跟你讲像算了，不要讲那个还是一样的。这个我自己是医生的，所以该戴我会戴的。那只是刚好我戴的时候都是被你们采访的时候，不然我在办公室里面没有去采访。可是民进党立委发起的不戴口罩运动是要你听专家的话，是这样的那我自己就是医生，你为什么要跟我打这个题目？我神经病！所以我看到有人还在讲说那个谁林楚印，奇怪，这惠斯布格不是自己都戴口罩戴那么那个奇怪吗？算了，我跟你讲我们共同敌人还是武汉肺炎的，所以不想在这里跟这些1450在那缠斗对。可是市长会不会觉得现在好像政治人物
戴口罩也不是，然后不戴口罩恐怕也是会有一些隐忧。那你现在会觉得就是说戴不戴都很两难？还是照 SOP 嘛，刚才讲过嘛，人多密闭不特定要戴的，其他如果你家里都认识的人，那也不用戴的。因为市长，你之前说你是指标，然后现在国民党议员也说你这样开始戴口罩就造成民众的恐慌，好像就要跟随你一起戴口罩。那没有，这是我个人，还是那一句嘛，该戴的时候我会戴。市长，那现在因为有专家是说现在疫情的高峰期还没过，那北市府这边有没有做一些因素，不是要做一些兵推的比较正确的说法是，疫情还没开始。那事实上，真的我们要接受考验是社区感染的，社区感染出现社区感染，那才是考验的。现在这种都还考验还没开始。那北市府这边有打算要怎么去做这个演练吗？有了，我们现在每天早上还是有。政策指示完以后10点，他还是有那个专案小组会议嘛，有啦，都在准备的啦，包括应变医院啊，还有那个隔离场所都有在准备的。市长，你怎么看说钻石公主号的旅客检测结果又有41个人呈现阳性反应？那是否有没有掌握到他们相关的行程，而且会不会进行消毒的作业？第一点这个是这样的行程好像是中央管制的，所以老实讲，我到现在为止我也不行，中央也没有给我们说他到底去过哪里。不过我们是这样，我们还是按照这个常见的观光场地该消毒的都去消毒，特别是我们灯节要开始的地方都有先消毒。所以目前不会针对他们所到之处全面再做一次。我跟你讲是这样的，政治上还是务实的。其实我们要知道的是他去过哪些地方如果有哪些人是暴露的，这对我们来讲更重要。因为如果1月31号进来，现在已经2月7号了，所以还是做实事比较重要。可是侯友宜是坚持消毒的这个做法，他说消毒才能安民众的心。对啊，安民众的心。那你觉得它有实质上的意义？那对我来讲，我们要不要知道是他经过哪些路段，有接触哪些人那个工位上的掌握对我来讲是比较重要的。那你们现在有掌握到了吗？因为中央昨天是没有公布的，那你们现在也要靠中央。对，那所以我们就是听中央指示嘛。那市长现在因为昨天国台办又有发声明，然后就是说关于这个包机返台的部分，他们说都是台湾的政府在卡，而且他们说不应该在那边说谁有优先权，应该赶快让这些人全部都回来比较重要。你怎么看国台办现在这样好像又变成一个政治的问题比较大？这个说明是讲，我不想这两边。对啊，这个牵扯到政治就很麻烦了。不过老实讲，你第一例夹在一个进来，现在我如果是台湾这边的，你现在叫我要再准第二批，我签不下去。老实讲，好，下面没事了。怎么看现在赖清德？继续要来关心泉州公主号游船伫日本菲律宾外海靠岸，船顶全部人拢爱伫咧内底隔离14天。一寡人舳讲啦，亲像互人关伫咧海面的家共款。有人客讲已经强要关到有镜头。另外嘛有糖尿病患者因为食的物件无够，可能会昏去。船顶算的拢总20个台湾人，其中有出名魔术师陈日升。伊咧人面册开直播讲，若是无紧张，这是无可能。讲干后更一个天，讲无人想要破病，提起大家做。加油，战胜病毒。The length of the quarantine will be at least 14 days. 听到爱关14天未当落船，泉州公主号游轮的乘客就倒车开。台湾被魔术真有名的陈日升嘛伫船顶。那在基隆港下了船的时候，必须讲，这时候老翁还没有确诊，所以根本没有人知道。是真的搭回了基隆港，隔天到了。冲绳才接获到这个消息。陈日升伫人面册顶的报平安，哪讲哪吐大气，看得出来压力真大。那我必须坦白跟大家讲，你说不紧张是不可能的。陈日升讲，所有乘客拢爱踮伫房间内底，3顿工作人员会送到房间门口。伊佫讲，无人愿意破病，嘛怨叹病毒真无情。When we got into Japan, they were not letting us off the ship. So Japan authorities came on, did testing.
美国一对翁仔某嘛伫船顶袂当落来，根据因翕的相片看会出来，因两个进前路船有去过圆山大饭店、甲中正纪念堂。We have not eaten since 7 p.m. last night. I'm a diabetic and I'm insulin dependent. If I do not receive food soon, I will be in a diabetic coma. What do? We could jump overboard, but it's a bit cold. 船顶的乘客跩讲，食的物件无够，药啊嘛无够，因为亲像风关伫大海竿架内底共款，敢若希望会当平安度过这14天。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武汉疫情继续拖，咱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全面禁中国的人来到台湾。陆委会宣布，卫生日2月7日起暂停办理香港、澳门的百姓申请临时入境。各大旅游业者即嘛全面取消出团去中国，开放消费者申请退费或者是转团去别位。初步估计损失1200亿。品保协会赶紧开记者会，讲现主时会当讲是田螺甘水过冬，希望政府会当斗帮忙。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一直在烧，中国大陆这边人士目前是全面禁止来台湾，国际邮轮嘛禁止入港。陆委会咧暗仔提出，对2月7日开始暂时停止受理香港、澳门民众申请临时入境，防止疫情。政府唔敢代议，观光产业是受到真大影响。所以加总在3月底以前，我想这个疫情已经造成我们旅游业界、观光产业界的1200亿的损失了。各大旅游业者为着对政策停团，3月底进前宣布取消大陆的旅行团，接受专业退钱。其中5福旅游唔拿暂时停止出团去大陆，佮提供转团的优待。旅客若改去其他的国家旅游，上济会当有1000块的优待。但是随着疫情摊开到全世界，民众拢是真惊吓。唔拿大陆地区，游客去其他国家的意愿嘛同款受到影响，观光业的困难也是着要靠政府来到解决。现在就已经把公司的员工，有的是2方面谈之前的问题嘛，有的是谈领半薪的问题，都希望交通部能够跟财政部沟通，看能不能减免我们108年度的税。赶紧开会来伫讨论，就是为着要提出纾困的方案，为观光业想出生存的办法。观光局答应业者甲旅客一定会尽全力将损失来降低。对于他们的一些造成的一些损失，当然我们原则上会先依照这个相关的旅游定型化契约来做处理。那是不是会有额外的这种补偿啊等等？这个公安局会再来做进一步的考量。全面展开防疫的行动，观光产业算是头一个受到影响的。一个短时间内是不是会当生存落去，就要看政府是安怎来斗3天。记者综合报道。插播上新的画面来关心配合舞桥彩街活动下暗闹咧上场，画面会当看到真青笑的新桥，一个一个上场，对着电子音乐来拍片，搁再配合七彩电火，另外搁有喷火表演。今年算算的拢总19间宫庙做伙来闹热。这届彩街代表元宵节，明仔载这个活动伫要起鼓，参加的民众嘛拢望讲利用这个活动替咱台湾加油，顺势度过武汉肺炎防疫的关键期。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为了要和立法院调研伫咧这个会期会当好好啊合作，立法院院长游锡堃下正先来拜访国民党党团，详细情形连线记者陈怡勇来带咱了解。怡勇。好，主公，单关注一下呢，新手立法院长游锡堃呢，今天一早呢是举行了许多的拜会行程。那他一大早呢是先来到国民党团这边来拜会国民党的立院3长，包含呢像是总召林维洲，还有呢书记长，也就是蒋万安呢，还有林奕华等等，都是他拜会的对象。那此外呢，其实双方其实在会中呢是有私下来聊天。那究竟聊了什么呢？马上带你关注。来征询就是现在。国民党团对于这个新任委员到底还有没有什么需求如果说有需求的话尽量反映，我们会想办法让新任委员及新任的助理大家能够更容易上手。那再来就是总召有问到就什么时候要政党协商，那这个部分我们的计划。已经有一个初步的决定，就是在14号开议的日期，因为依照宪法的规定它等于是在2月底之前就要行政院长就来向立法院来做施政报告，他最慢就是在2月底。那2月底大家都知道，今年好像有29号，那刚好是假日，
那28号是休假，所以应该是在27号，就是说依宪法规定，在27号之前。好，可以听到呢，其实游锡堃是表示了，针对呢这个会期呢，到底是何时是朝野协商的时间，双方呢其实是有做进一步的讨论。那此外呢，其实也是来针对呢这个会期究竟何时是开议的时间，因为呢先前传出呢，其实最早是在这个月的21号，那最晚呢是25号。不过今天呢，其实游锡堃有更进一步的说明了，他认为呢在月底以前呢，其实都是一个不错的时间点。那此外呢，其实主要就是靠着双方的朝野协商的部分呢，才能真正的定下这个最后的开议时间。那此外呢，其实最后也可以看到呢，其实他们双方呢是有来握手的。那现在呢，他们也是希望彼此在这一个会期当中呢，能够朝野的部分呢能够更进一步。以上面向军情形，先将时间交还彭内主播。多谢议员，社会消息来关心台中潭子区潭子街2段一栋4楼的民家大楼，早起时7点钟，规个强强火烧厝。消防队接到报案了后，3部做2部赶到位，为2楼救4个人出来。该在因的头壳也阁真清楚。刷来伫咧3楼后壁房间，发觉一个有身的妇人人，该救出来了后，发觉讲伊唔知人，也阁砸着伤，骹手2度烧着伤，赶紧甲伊送去病院急救。消防队即马正咧调查失火原因。因为烦恼武汉肺炎的疫情，一寡人出门拢会挂喙罨，特别用酒精来消毒。多民众看到讲，伫咧新北市南市角的捷运站，一个查甫毋若无挂喙罨，坐手扶电梯时，也阁沿路配喙烂。徛伫后壁的人看到到底，话讲实在太高烂落，绕开绕达，真无卫生。台北市捷运公司讲，这个行为已经违反大众捷运法，上盖当罚7500。不过警察嘛讲到，依照社会特殊维护法，上当是当罚3万块。电扶梯顶悬一个查甫一直咧出怪声，徛伫后壁的民众听到声，打头一个看。这声真害咧，伊竟然一直对这个电扶梯的手环安尼一直配喙烂。这个查甫毋但一直甲喙烂配伫个手环顶悬，还阁亲像唱片伫遐回。伊一个发现讲后壁有人咧甲张弛，伊阁挖头讲银一个。当伊离开电扶梯要伫个出口离开的时阵，还阁伫遐激拉稀，即落这离经的行为实在互人看甲拢硬气。我们知道这次传染病就是口沫、飞沫传染嘛，所以我觉得这种行为应该非常危险。太没有公德心了。每个民众应该基本上都知道说不行这样。这个查甫人伫个2月初5的暗时啊，对南市角捷运站4号的出口，一直咧电扶梯的手环顶悬配喙烂。即马拄撞到武汉肺炎上敏感的时阵，民众实在看袂落去，就专程拢甲录影起来，搭放上网嘛，引起网友的臭骂。自从疫情开始，捷运站嘛加强防疫，每4小时就消毒一摆，就惊讲一个无张弛，安尼病毒会走入去。就算讲有定时咧消毒，不过大部分的民众要是唔敢吸这个手环。对，还是会担心，就跟进电梯啊、医院的电梯一样。我不知道我刚刚手去碰哪里了，也许我刚刚打喷嚏，所以我自己知道。这个查甫这样太高的行为已经是触法了。假使讲伊若是武汉肺炎的患者，安尼就会照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相关会当甲罚50万。警方嘛讲，这个查甫的行为引起社会的不安，安尼就是触犯社会维护法，相关会当甲罚3万。因若伊乌白配喙烂，嘛会当照违反大众捷运法，相关会当甲罚7500块。即卖疫情是当咧敏感的时期，任何一个小动作都有可能去触犯到法规，甲引起别人的惊吓。民众千万唔当伫这个时阵乌白来滚耍笑。记者综合报道。人咧讲有一好无两好，有低调惊无低保。即马伫咧烦恼，这个武汉肺炎要来保护家己，就爱挂喙罨。也毋过医生提醒讲，喙罨挂一个伤过久，可能引起到皮肤炎。晚叹月明。台视4月望雨。你知不知道你哥这次投资多少钱进去啊？他都已经30几岁了，你看不懂他负责的方式，你老是把责任丢给别人啊！你不是别人，你是他妹妹哎！到底关我什么事啊？人家有公司才有这条件，你还敢跟人家签？总而言之，我现在30万你付不下去了，30万你要还我，你30万你一定要还我，你有没有听到？你30万要还我！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我妈，你手怎么啦？这就那个皮肤过敏，擦下就好了。
对了，叔叔，你有在吃保健食品吗？没有那种一天要吃很多次的保健食品吗？不行啦，又不是生那个重大的病。小仙姑，怎么了？脸色很难看呢。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台语文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日。中国爆发武汉肺炎的疫情，让人吐槽讲有暗坎的情形。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里就是吐，这个吐就咳体的意思，像咱讲吐土沙。另外嘛有小姐竞争的意思，像咱讲吐人的饭碗。若是用尖尖的物件吐，就会当讲是吐一空真大空。也有野人的秘密，或者是唔对的所在，咱讲莫甲人吐。另外文音读做吐，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吐破，也就是突破，会当讲是野人的唔对，或者是野人的白菜话。第二个词吐槽，就会当讲是绕开野坑，或者是讲人唔对的所在。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伊真爱分家规，结果有一天互人吐破，当场甲伊吐槽，就那害伊绕开绕达，也阁真歹看。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吐，另外文音读做吐，提供互大家来参考。继续要来关心挂嘴炎，挂一个伤过头久，可能会引起皮肤炎。高雄一个护理师因为破病，爱伫咧病院内底照顾病人，因为安尼爱挂嘴炎。这个护理师因为挂一个伤过久，煞面泛红，佫会痛。医生讲，长时间挂嘴炎会害伊的面的血管春秋。普通时伫咧厝内，就无一定爱挂嘴炎，保持面的通风。两边面红红，这毋是气色真好，这是皮肤已经发炎啊。刺痒、灼热感，甚至是像是火在烧。面就亲像有火的小同款，佫灼痒的，互这个小姐感觉真无爽快。因为做护理师爱长时间挂嘴炎，互伊佫会得到这种皮肤病。酒糟顾名思义的话，广义来讲啦，它是一种敏感性肤质，皮肤的血管容易扩张之后就收缩不回去，所以就会有泛红的症状。这个病就是人咧讲的酒糟肌，长时间挂嘴炎、翕条条，酒糟性皮肤炎就会压起来。那这个护理师，这阵啊因为武汉肺炎，真侪民众拢甲嘴炎挂起来，这个挂就挂几工，结果皮肤就出问题。说这个接触面里面那个部分就是摩擦造成的皮肤的敏感湿疹，甚至说有一些破皮的症状。那有一类的病患，他本来就有比较严重的痘痘的问题，或者是说他平常上班的妆感比较浓，那再加上长时间佩戴口罩闷在里面，会导致痘痘的状况更加恶化。医生建议，皮肤较敏感的人，面上好莫翕条条。普通时踮伫厝内，健康无破病，就免一直挂嘴炎。防疫真重要，无毋对。毋过嘛莫伤过紧张，若无挂嘴炎，挂甲发炎、湿疹、生条啊，颠倒会伤害皮肤。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就是元宵节，假期市的市民拜4拜5这2天下晡4点了，拢会当来到文化公园赢免钱的市内堡瓜丁。晚叹月明。台西4月望雨。你知不知道你哥这次投资多少钱进去啊？他都已经30几岁的人，不懂他负责的方式，你马上把责任丢给别人啊！我觉得不是别人，你是他妹妹哎。到底关我什么事啊？你那么公司投资条件，你还敢跟人家签约？总而言之，我现在30万已经付下去了，你30万你要还我，你30万你一定要还我，你有没有听到？你30万要还我。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我妈，你手怎么啦？这就那个皮肤过敏，很痒。擦下去好了。对了，叔叔，你有在吃保健食品吗？没有那种一天要吃很多次的保健食品吗？不行啦，又不是生那个重大的病。小仙姑，怎么了？脸色很难看呢。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巴。这就是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巴，我时常觉得，制药也许要的是一个结果，但制药的人
有时却能在过程中找到更珍贵的东西。你找到了吗？第92届奥斯卡2月10日，敬请锁定台视频道。人做代志，旁的是一个动物，咱想生病的应该让他回来了，这是人道的问题嘛？他们是台湾人啊，我会留在这里跟着你们一起出去啦。总要说服他们不要怕嘛，没有时间去想害怕，很像是说，很多人不敢走独木桥嘛，那我就说，这个我走给你看，给他信心，他就做得到。请锁定台湾名人堂。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明仔载就是元宵节，假期车市民伫咧拜4、拜5这2天下晡4点了后，拢会当来到文化公园来领免钱的鼠来宝古仔灯。逐天敢若限量1000粒尔，送完就无啊。今年古仔灯的造型是一只纸刻的假钱鼠，看起来粉红啊粉红，排队民众拢话讲古水阁得人疼。嘉义市区下晡还未到4点，就真侪民众来哩排队，排了长长的人。这届排的毋是翠暗酒精，是元宵节的古仔灯。虽然最近武汉的疫情真严重，互真侪人踮伫咧厝内毋敢出门，但是今年嘉义市政府要发1000份的鼠来宝古仔灯，民众领登去了后，爱家己 DIY 来装，就会当有一只会价钱的金鸡鼠，模样是真古锥，声真侪民众甘愿挂着翠暗来排队等要领。那当然，我们现在在防疫，但是也需要疗愈。我们希望透过这一个元宵节的时候，我们能够每一个人来手做，远离一下3C，然后来参与我们的传统。市政府希望透过免费来发这古锥的鸟鼠仔古仔灯，伫咧这个特别的时期，除了家己亲手来做，会当增加家庭的关系以外，喜气的造型嘛，希望会当为民众添一寡喜气、平安佮幸福。记者综合报道。晚叹月明。台视4月望雨。你知不知道你哥这次投资多少钱进去啊？他都已经30几岁了，不懂他负责的方式，老是把责任丢给别人啊！绝对不是别人，你是他妹妹耶！到底关我什么事啊？你哪有公司谈好这条件，你还敢跟人家签约？总而言之，我现在30万你付不下去了，你30万你要还我，你30万你一定要还我，你有没有听到？你30万要还我！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我妈，你手怎么啦？这就那个皮肤过敏了，擦下就好了。对了，叔叔，你有在吃保健食品吗？没有那种一天要吃很多次的保健食品吗？不行啦，又不是生那个重大的病。小仙姑，怎么了？你脸色难看呢。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哦，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巴。这就是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巴，我时常觉得，制药也许要的是一个结果，但制药的人有时却能在过程中找到更珍贵的东西。你找到了吗？第92届奥斯卡2月10日，敬请锁定台视频道。人做代志，旁的是一个动物，咱双手摸的是一条生命。只要你做3步1天，这句话一定爱记。下暗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4月望雨。
以后发生在你身上的所有事都算在我头上，所以要是我因为你而死了，也无话可说。那家伙现在已经有了致命的弱点，是因为他对你的爱，让那只猴子的心脏变得比以前更加脆弱。一天到晚叫我不要乱动歪脑筋，结果反而是你自己先行动。只要还带着金刚箍，我就绝对没有办法杀了他。如果我不想死的话，就要稍微费点心，想办法先除掉三脏才行。今晚11点，《花游记》。各位乡亲是大家好，我是繁星郑家的郑花甲啦。台视周六戏剧即将播出，《花甲男孩转大人》，让您新春笑开怀。阮大家子孙拢有友好，感情也真好。人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就是你讲亲像阮安尼一个家庭。明晚10点，请锁定台视《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晚叹月明。台视4月望雨。你知不知道你哥这次投资多少钱进去啊？他都已经30几岁了，你看不懂他负责的方式，为什么老是把责任丢给别人啊？我觉得不是别人，你是他妹妹耶。到底关我什么事啊？你那么公司开出我这条件，你还敢跟人家签约？总而言之，我现在30万已经吞下去了，30万你要还我。你30万你一定要还我，你有没有听到？你30万要还我。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我妈，你手怎么啦？这就那个皮肤过敏，擦下就好。对了，叔叔，你有在吃保健食品吗？没有那种一天要吃很多次的保健食品吗？不行啦，又不是生那个重大的病。小仙姑，怎么了？脸色难看呢。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巴。这就是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巴，我时常觉得，制药也许要的是一个结果，但制药的人有时却能在过程中找到更珍贵的东西。你找到了吗？第92届奥斯卡2月10日，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老人做代志，旁的是一个动画，咱相唱舞的是一条生命。只要恁做三步一天，这句话一定爱记。谁啊？下暗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4月望雨。以后发生在你身上的所有事都算在我头上，所以要是我因为你而死了，也无话可说。那家伙现在已经有了致命的弱点，是因为他对你的爱，让那只猴子的心脏变得比以前更加脆弱。一天到晚叫我不要乱动歪脑筋，结果反而是你自己先行动。只要还带着金刚箍，我就绝对没有办法杀了他。如果我不想死的话，就要稍微费点心，想办法先除掉三脏才行。今晚11点，《花游记》。各位乡亲是大家好，我是繁星郑家的郑花甲啦。台视周六戏剧即将播出，《花甲男孩转大人》，让您新春笑开怀。阮大家子孙拢有友好，感情也真好。人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就是你讲亲像阮安尼一个家庭。明晚10点，请锁定台视《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晚叹月明。
台西4月望雨。你知不知道你哥这次投资多少钱进去啊？他都已经30几岁了，你看不懂他负责的方式，你老是把责任丢给别人啊！绝不是别人，你是他妹妹哎！到底关我什么事啊？你拿什么公司当投资条件？你还敢跟人家签约？总而言之，我现在30万已经吞下去了，30万你要还。是为了盈利，为了赚钱。但有的时候，我觉得人这一辈子，我觉得他要做好一件事情很难，那我们就做好一件事就好。人家说点心，你不用点心，你没办法做，因为点心它比较复杂，琐碎事情比较多。那你如果没有耐心的人，你没办法做。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要插台欣赏，这是英国皇家植物园兰花即马当咧开花，几个看过青草搁点灯，新闻上尾插台做伙来赏花。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台西4月望雨。你知不知道你哥这次投资多少钱进去啊？他都已经30几岁了，你看不懂他负责的方式，你老是把责任丢给别人啊！绝不是别人，你是他妹妹哎！到底关我什么事啊？你拿什么公司当投资条件？你还敢跟人家签约？总而言之，我现在30万已经吞下去了，30万你要还我。你30万你一定要还我，你有没有听到？你30万要还我！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我妈，你手怎么啦？这就那个皮肤过敏，